租客簽署租約，正式入住單位幾日後，發現單位好多問題，可唔可以提早退租？首先，由於雙方已經簽署租約，一般情況下，租約固定期內單方面終止合約，有機會被對方索償租金以及其他相關損失。加上一般租約上，業主會以現狀將物業交予租客，租客有任何問題，應該喺承租單位前提出，否則已經隱含接受物業狀況。第二，如果入住後發現問題出自租約清單內物品，又或者係結構安全問題，可以因應租約上嘅權責要求業主處理。租客應該同業主商議合適解決方案。假如租客認為業主刻意隱瞞問題，又或者未有及時處理，可以將有關損失以及要求向業主提出，並且以法律途徑申索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租務問題，可以揾中原租務管理查詢。